今仔日咱走访中华元清馆来看卖这间环保的庙宇吧。元清馆是中华市的国定古迹，在1763年建立，到今已经有超过250档的历史，主要服侍玉皇大帝。在地居民嘛将元清馆称作天公坛。足侪民众拢会来参拜这尊亲切的玉皇大帝。元清馆甲中华县环保局合作，电子纸钱试行，将火烧纸钱的文化电子化，达到环保的目的。领到电子纸钱了后，甲平常时同款，先到天公炉拜拜。参拜完了后，会记你扫描这关的 QR code， 全部过关的话，会使得到天公伯的奖励哦。希望天公伯保庇台湾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希望观音佛祖保佑台湾一切顺遂。庙市嘛有提供饮水机甲后仔环保烘茶，斗阵祈求束缚严生本命完成光彩。最后才会使选择纸钱集中火烧，嘛会使选择寄付物资、疫苗、代金、环保佮公益。数拜拜完成，得到奖励。感谢天公伯保佑，这摆的走访台湾结束咯，大家再会。疫苗代金心诚则灵，敬拜了后食保平安，支持台湾本土农业，减少空污，有助环保，可知善德，关做公益。